有民众伫咧去这玉山前锋步道的这个时阵呢，发现这咸石顶头竟然互人家喷漆。这拿色的点呢是伫步道安尼喷规路的。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接到通报了后，已经派人上山去处理。玉山主峰线前锋附近，有民众喷漆，造成景观上的一个不好的状况。那我们呼吁游客，在登山的时候，一定要先下载离线地图，了解相关的地理环境跟步道状况，不要去破坏自然的一个景观。这玉山前锋的这步道咸石呢，是互人爱喷漆喷规路的。有管处是表示讲呢，顶礼拜接到通报了后，就随派人去甲处理。目前已经甲互人喷漆的所在拢甲处理好势，也提醒民众安尼乌白喷漆呢，已经违反着国家公园法，上济呢是有通罚到3000块。若准上介严重，安尼有可能是牵涉到刑法的毁损罪。